后来继续来看台中一个太太要做缩胃的手术来减重，但是伊的五脏、心肝、脾、肺、肾、甲胃、肠道等等，拢甲正常人的器官倒摆。术后手术的时间增加将近1倍，加在最后顺利完成，嘛是全球第2个成功的案例。是在我们的左侧，然后我们的肝脏在右侧。这位妈妈是要生下来爱用胃镜填胃的手术，不过因为伊体内的五脏六腑拢含正常人的器官颠倒病，所以要手术无遐简单。它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概念，所以它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解剖构造真的跟别人不一样。所以为了要做这个手术，其实我们真的非常多的演练。医师讲，这一位妈妈因为生了体重过重，含代谢无正常，真侪种减肥的方法无效，才决定来填胃。胃变细嘛，较袂遐见效。吃东西的话，就是大概就是吃个以前的3分饱，可能就饱了这样子。手术成功了后，互这一位妈妈半年来顺利减22公斤，即摆开刀将做全球第2例，互台湾各界瑞士镜减肥技术，搁一摆得到国际的注目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